才敢穷下来做慈禧啦。天哪，这个口感，然后入口即化，淡香气，哎呦，阿姐，假使你今日参加嘿公司的比赛，你就听打头名，对不？我很乐观，对，笑看人生。你小笑看人生了，哎，怀疑人生。你走染中，忙烟走染中，爱老妹啊？银秀姐哦，他是说烟肠吧？我冇讲唔对，我是职业妇女啊，根本都唔会做菜啊。我像因客家人当甜，水来水掉，当春甜，又嘛个煮嘛个。可以啦，是哦的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端走喽。哎，这就违反规则。菊梅姐啊，是吃义腾哥的料理长大的。黑吗？不是，我20家个料理哈养老了。哦。Hello，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台灣民族，太中馬票。今日又來到新竹嘅新埔呀，大位。進步哈，就聽我講非常熱天啊！你看，今日氣溫是低咧。哦，真的，超熱情。不過啊，在地嘅鄉親看熱情哦。係啊。李總帶啲李明朋友，上次佢3期都叫我來參加誒。講到李總啊，就是聽我老觀眾朋友分享一下，禮拜哦，佢我們的諮詢節出席哈，有里長直接傳19個禮賴群組。哇！沒有，全部人要穿出席哦。有。好像是有哪個立委要結婚的那種感覺，下體。這個已經變成地方型的大活動。哎呀，錯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以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尊明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哎呀，再過來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阿亮哥好。朋友。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係來自新埔嘅兩姊妹嘅。修泳記老研究記，哎呀，有個眼光哦，親姊妹嘛，係愛親姊妹。你用啥講？你媽媽一天喊佢講哦。係咯。媽媽這樣叫我唔會講。等下上來大嘴鼓哈。好，先去看下藍色嘅一票，記到有來咧，老朋友，來自竹東嘅母子的廖曲妹范雨天。太感好。哇，都叫冇看到啊！叫我看到。4、5年了哈。第1季哦。第幾來誒？兩位姐姐請教一下，來自新埔嘛哈？係，我新埔。新埔有推薦乜嘅好教、好食、好料嘅冇？我哋要講新埔嘅水染廠，因為比較鄉親冇咁樣講。伊呢，那普通人市場買染廠冇窮人，用嗰個分了讓肉去做，做了新埔市場。做市場又加水又命啦，係佢嘅發煙體啦。啊，點樣你就冇講？伊係安尼，冇點面，從茶送出來賣，佢冇係可以點，當油命，呢度新埔係冇水染廠拍落去廠。哇！啊，今日就會食的吼。幾還冇帶，你看。冇帶。係咩？因為啊，冇有帶。因為白日啊，市場票對啊，所以呢，係擺喺白日咧。好，你李就愛接受。哦。你看下藍水嘅一片哦，來自竹東，我推薦隻會所，你一變店係又買鐵片的哦。一個自然種嘅個沁變吼，伊係用個滾水做嘅吼。啊，個沁變了醬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清涼。啊，伊食了一般因為沖去。中油資源莊，施工的宿舍時代。哦，中油的。石油肥晒，該石油肥。係咩柴田已經長為啲嘢啊？係啊，我頭擺讀一樣。哦，這個一定要。睇啊。係啊。你好啊，對，今日哦，有來到節目當後，聽錯又準備好來咧，知道那個必勝貫天係乜解咧，對不對？對啊，可是我們節目已經沒有海帶權了。對。好啦，謝謝你們推薦案頭後位哦，有些本店我非常有興趣。哎，等一下時差去。哈，都主動了。好了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定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吃好菜咯。好，來到新埔亞島邊都大家修泳志工都亞的菜天名菜，會有到地度嗎？會有一種。我有一種哦，我希望是那個啦，資源莊的冰。咩？跟他講新埔嘅戰博啦。沒有嗎？
好，又嘛个呢？看一下海带丝，然后黄金鱼蛋这个黄，金鱼蛋，还有然后破的韭菜。小时候读就学吗我？没有。没有，哦，摸啊，哎，跟同你都有学炸韭菜吗？用嘅海唔知食過海苔煎魚類係嘛？誒，呢個海苔煎摸呢？好，等一下做啲先看。还有杏鲍菇，了解刚好就讲的散博板条，干掉了，对，这个超好吃。放回去很那热。個雞塊，好，你要玩一聽我好小解，你要咩咖喱聽聽哦，要按到熒光咖喱，黃咖喱，哦，因為迄姜黃的關係呐，黑啦黑啦會變黃。好，了解係菜瓜，還有百葉豆腐，三成六，好嘞，兩下先來整好小組討論。來，有乜嘅想法？師傅給一點創意，你們覺得？講上嘅哪兩項東西？我係講杏鮑菇啦、三層肉，要不然只有創意。沒有，總共要4樣。韓國嘅百葉豆腐啦，你係講摸手到按成樣意思都係先雞塊肉的方案，啊摸是係你杏鮑菇摸先到可能先菜瓜，來嘛就 A 方案 B 方案。係啊，有特別想嘅係哪一種食材嗎？板條，板條還有嘛？還有菜瓜。菜瓜做得，還有誒，頭先講嘅咁啊叫菜條，唔是食過啊。想要試看。係啊，試看好啊。好好好，還有哪一種？可能這邊就會煮板條，好，蓋再嘛蓋東西下去，好，沒做得。那就等下猜拳加油嘍。好，先老三這沒一剎問題了一。剎那兩種是對對對，像那種。對，好來，好我們要互相集氣一下。好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黃金蛋，好，今天就參加過魔強用哦，來手邊來，手到散嗎？哦，1、2、3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兩次都已經上法嘞哈，先來派出第一棒來猜拳，來觸摸呀姐，來，你看這個架勢有看反到哦，向對打，看到，剪刀石頭布啊。哎，來剪刀石頭布，姐姐你氣勢那麼強，對不起，好，沒關係，再我讓先大概。先拿馬啊三層油，用一下三層油，哎唔好我們先拿了哈，開馬蓋，啊好，做好，我得，馬該，還有嘛嘅板條，豬肉板條最棒。半天我學到你改啊，滿滿唔會滿，啦，我還有別的，好，來來來，你還會別的啊哈？來黃金蛋，好，黃金，哎，這個是黃金魚蛋，不是黃金嗎？哎，還有是嗎？有，我們不知道還有那個海帶，來海帶，給你，海帶涼這是張伯謙喜歡的沒啦吧，？味道來做哎，好，好惡心哦。但重點是板條唔見睇你用架衫哦，沒關係。那就是板條去板條啊！用哎，來下一棒，請猜拳。好來，好了，阿夠了，來一騰哥，我們這邊是身高，哎呦，你也蠻高的，來，剪刀石頭布，耶子！冇可能啊！哪麼敢？咖喱，咖喱，喱嗎？那裡好講，哎，很多美女杏鮑菇好嗎？還有那個對啦。你確定菜瓜，菜瓜，菜瓜，好，菜菜瓜，好菜瓜會出水嗎？唔怕，菜瓜，對，你好來，好聽哦，等一下個處理起來的聲音哦。你們是收啦，好好不是收，來往右邊，謝謝。來，一騰哥，你要不要換一道菜啊？跟熱拖呀，跟很多熱這拖。已經不是問句了，是必須得。哦，沒對，有不是，我跟你講，伊藤哥有拍那個暗亞比講啊，有啊做 tail name 就好嘅啊，用乜錢啊？做 tail name 料理重點可以嗎？哥你，摸頭。永和豆漿有賣哎，的。這個豆腐拿來摸，豆腐哦，可以，拿你去確定？做得，做豆漿，嗯，他亂選。還有一項，還有乜㗎？還有嘛改哦啊，拜拜了，來個雞塊啊，來個韭菜煎雞啊塊，，是該用機，它是用機，杏鮑菇啦。杏鮑菇，杏鮑菇，嗯，哦，提起擺糖度要用雞來神杏鮑菇。一堆。冇法度咧。好，兩吹都獻後，藍隊快樂有一點危機，我們先來感受一下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，加油！好，來參看一下藍水的一片，雖然遇到一啲啲嘅問題，不過上進走的線上基調，來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兩吹都已經準備好勢，來挑戰嘍！好，來勢洶洶，歡迎來給用寂寞已經準備好勢。手腳凍驚呢？對，哎，你有走嗎？幹姐姐，啊，肉會不會放太少了？沒有，全部不用啊，太少了嘛！你這邊錯覺實在啊你。會炒半條係嗎？我係煮咖喱板條，
微调的切特戏。我跟你说，秀荣姐跟银秀姐都厉害哦。修泳记呢，佢对传承客家话都有使命感。哎呦，你有慢讲？係嘛？嘿，我當學講客話，當學從客家個。哦，你用詞幕都同佢衝哦。冇，我唔係。我老母會教，我老母會教客家。教嘛嘅啊？佢做染種，忙烟走染种，我老母啊，银秀姐哦。他是说烟肠吧？安心班。哇，哦，老师哎，咁就耐心哦。而且佢做為36年咯。哦，你要喊就走嗎？要。哇，很好哎。來，我幫你加一點油點哈。點時候係，因為佢會出油。莫你下小指法吼，對你對我就蠻影響嗎？目前還好嘞。但是我覺得這種按慶辦對你下現在爸爸媽媽來講太重要了。對。因為上班動摸hand啊，對。一定要找個動火按慶辦讓佢照顧。咖喱板條沒吃過了吧？哎，對，你看咖喱等一下哎。咖喱啊，板條咖喱。就是掉落去啊！咖喱去做啊，係啊，它是嚴重嗎？而且你有寫要用2種東西動火，因為板條它很好上色。因為你本來要的不是嗎？對。我們那邊本來想說，都在做嘛個腿掛的板條，本來係面線，把人家變板條。怕人啊，像因客家人當強，水來水掉，當圈甜，又嘛個煮嘛個。嘿啦，水來那既然這樣的話，我們就把它端走咯。這就違反規則。因為因做客家人哦，真是你要做嘛個因長充實，你咪可能我70歲。哎呦，對了，我70歲。係啊，你咩70歲啊？他18歲，是70啦，今年70歲。所以我那個我看全部煮家的。人公司國母全部係煮菜，太點心煮點心太無乾。哇！13英當做13英用哦。係啊，我那個因上下人熟煮熟鴨啊，全部會做呢。那你要不卡幾多隻姊妹啊？我做水台咧，我老婆，我要3枚老太一個老妹。哦。數學題。所以我媽媽講幾多個？答對的話，等下搶嘅是地主用。6個。5個啦。我數學是真不好，沒有要逞強的意思。哦啊，等一下，用炒板條須有其他調酒加落嗎？依家要咖喱，等下我咪加點，我咪點嘅。對，你要摸線路過哈。唔是路過啦，要咩含住藥，要分佢香。邊香來啦。啊，邊佢咪出油，因客家人揾到個當做㗎，你係油水炒菜。係，跟住慢慢變，高麗嘅變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等下哥都做。好，等下。我冇講伊唔知，我是職業婦女，我根本都唔會煮菜啊。菊梅姐啊，是吃義騰哥的料理長大的。黑嗎？不是，我是家個料理吼養老了。哦。跟住慢慢變，高麗嘅變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等下哥都做。好，等下。哇，你那裡有危機啊！冇用講，危機就是轉機。你看，又買，這是風火輪耶！我想姐姐，你是不是這個跟幸運吵一下，又都係上家養眼呢？又都係還有一腳的是？像這種就是特別幸運的。一腳的，一腳的。黃，等下4種我用乜都掉出去偷菜咯。係咧，阿英。啊，切少少，啊，全部炒強豆腐啊，啲咧，打，夾，好，基本上我安尼頭一說啦，教你哋10條安尼啦。哦，10條啦，還好有這3個字。義騰哥，你就養個客家魚條咯？有啊，你填喜推嘅係哦？係啊，暗夜回講，哇，暗夜回講。提這貴落嘅時間做係油菜，啊你一下冇做咧，冇做啊，本來就係人家送嘅咧，你用兩位數哦，其實有時唔了解，我冇講伊唔知，我是職業婦女，我根本都唔會煮菜啊。那你的小孩怎麼長大的？我小孩子，而且長那麼帥，我很會煮麵疙瘩，哎，凍嘅炒米粉啊，米粉對啦，還是有專長啦。哎呦。太脆了。好啦，我們先過去，因為我們這10分鐘你都在煎這個風火輪。哦，
哦，等一下给我转来哦。时间未到了啊，注意时间啊。吹管有动静吗？有，这样哦，动静吗有切丝咯。应该团应板条就先捅过哦。我是按六啊狗的木头，哦，但是啊，浩姐姐，我跟你说，老师，隔壁那一组根本是来玩的，我也来玩的啊，我们随便就可以组就赢了。我也来玩的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。我听到啊。哦，哦，有香嘞哈。有哦。好，哎，个吹到是唔美哦。俺不是用到按豆啊，滴知道了。哦，哇，哎，这道我觉得好吃哎，哎呀，棒哦。 240最高温哈。好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哎，丽银秀姐切的丝瓜很漂亮。它有保留一带有呛色的皮肤。对。啊，染种冻魔和转体肤看还会煮吗？省一下就是啦。哎啦，他们那边的不用。他们的小孩只有吃面疙瘩，还有炒米粉，还炒米粉，对炒米粉，炒米粉。一个米一个姐姐土你来也是你带姐姐来。去土爱来，去土爱来。哎，我先看到了自学。笑死啦，去看到了笑死啦。我想我在当为主线。哦。要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冇长久哦。哦，要叫应该是坐底的啊。哎，你还会掺敷掉粉吗？哎呦。 俺听嘅咖喱粉就辣冇咧，試下梅頭啊，冇辣，冇辣啊。坐低啦，坐低就俾我要辣椒，坐低咧。好，那我们就过去哦，因为他们那组真的快太嘞。好，喂，坐低啦，關二嚟啦，關二定下甜甜咧，要用這個嗎？好，再拍呢。對，用黑色的哈。不色。好了，關火了哈。好，用呢一頭，甜甜咧了夠意思咧哈，你還要動作時間哈。我想睇就好咯。哎，你老改片講動作時間，你改下結束時間講哦，時間會到了。已經煮好了。哎呦，你配做滿10哦。有做个這個是台泥的那個吧？哎，百葉豆腐餅我第一次吃到，哎，這還蠻有趣的。蠻特別的。粉都有油哈。哎，這樣呢就會快嘅，嘛。我可以這麼說嗎？哎呦。 菊梅姐啊，是吃義騰哥的料理長大的。黑嗎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改个料理哈，养老了。哦。啊，他小时候吃我的料理长大的。有嗎？你是吃外食比較多吧？我長大啊，我做唔掉咧，我自己攞用。他都是吃面食啊，然後按狗胎。冇，你5人，俺變到當狗冇見到。你等下變過來啊！我喺度變啊。 哦，哎，來咯，你自己數到3， 1、2、3，哎，不會坐低，不會。哎，厲害，真的厲害。我們就不要要求黃金要粘在上面了。哎呀，哎，我們要去倒數了啦。好，接好了啦。掛掉呼叫符呢。好，加油咯哈！冇問題。現場馬上來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下體育館，來副卡米西卡站掉咯。好，體育館呢都帶各組表現都用板，先來吃看下風吹嘅咖喱板條。不過比偏東店還蠻好選，很 juicy，而且咖喱也不會太濃，剛剛好。然後一方面呢，因為有剛才吹瓜，故說呢有吃鹽的甜味都要低度。 姐姐真的很會煮哈，嘿，對。徐永基，你吃牛板嘞？因為我從小是當好煮飯啊，所以你幫我買吹涼是馬改就做的，哎，水了水的，很厲害哦。你看熒光咖喱哦，佢本身是台式咖喱的驕傲，就在叫隻新埔驕傲板條，佢叫做富裕聰的甲梅，啊這阿哥能吃到牛板，不錯，很好。應該絲瓜吼，凍清爽，嘿，不錯。好，我喊下厲害係兩片，雖然看起來改下就對，冇喊出卡到，我做出來很喊會做得咯，大家來試看。哦，來吃豆公呢？回想起剛才義騰哥有沒有來翻面的時候，哎，厲害！剪刀一面呢還有叉叉，我本來以為他會原地解散的，冇玩過耶。用嚟煎餅哦，就煎到鵝皮哦，就用叉叉咯，新種的。你要是想要這個。 哦，老太老咪寫特殊專欄嘅煎餅嘅麵粉板，嘿，就是按用嘅餅落去之後，佢食起來嘅口感咪像跟花枝的那個鹹，還有口感。那時候亂了，根本冇時間想。
其实有点像韩式煎饼。客家煎饼。嘿，这样我来看一下是否我们来评分喽。竞争的时间到位，现在请你啊，准备师傅，抢本分数。风水之分，底下传看2个全部复数。强壮系风吹。准备师傅抢公平。伊遐会变相有咁物手度的东西，啊，某一天系一架上的手度的东西，啊，中规中矩穿手度咧的东西搭配落，好，伊只架咧吹瓜哈也去冬天啊梅头啊掌握专业哦，因为伊手度的那都会是出来摸强哦，去后摸梅头的东西，所以就调味的部分要注意，可以该搅的时间就不用染啊，或者不用调油啊，不叫会，那个梅头上慢慢不给变落去。好，看看一下2个的想法。我想法同样哈，风吹那边呢，虽然伊做法较中规中矩，但是所有的米线批号全部都批号同好，所以我现在风吹。南吹那边就是像阿斌师傅讲的，稍微在米线啊，那个有起一些调油啦哈，有在香米哈，可能会较好吃。我们发现剪得叉叉是一样的。山姆师傅本来立个字头了，我们怕蓝队呢志在参加，但还有1关之后的反攻的机会哦。好，太极卡先休息下，欢迎开今晡日呢，志良师傅带来马个好料的，我来老太极卡分享喽。师傅出台菜，好，又到了志良师傅来表现的时间嘞，菜苗的嘛嘞？有没有做出来出水芙蓉虾？出水芙蓉啊！出水芙蓉一听就酱色麦咯，来。主要食材係蛋豆腐哦，然後薑麻，嘛，也係玉米粉，也係麵粉，哦，冇強高湯、雞高湯、大骨高湯弄做得哈。五買，好，切完菜，撒落去，跟住亂。嗰個要亂。一樣菜呢，其實係相傳哈，係慈禧太后。請我食的一樣宮廷料理，很多無元豆腐。因為我哋改良到客家元素加落去，所以我哋改名嘅。好，開始一亂呢，我先可以分離哈。所以你係一家宮廷菜誒。係係一個宮廷菜，也係北京菜。北京菜的特色就係清淡，然後保持原味，然後佢做法比較繁雜一些的。要負責把菊梅姐教會哦。對啊。哎呀，要亂拍呢，蛋清啊亂拍，不要些些嘢。起泡嗎？過來打發。打到硬性發泡哈。呀，拜託斌哥讓他打下。因為最辛苦的部分就到你啦。再來一邊我做豆腐。好，蛋豆腐哈，不要係亂挖。這個亂風就好哈。亂挖。冇打爽哈，唔是聽到哈，嗰個麵粉、玉米粉。做馬家就聽我哋2種粉啊。天用鹽先，天一洗起來，佢有 Q 彈的味，Q 彈的口感哈。過來獨作嘅，打你就好嘅哈，按就用鹽先嘅哈。唔是挑梅嘛哈？也本身有米絲。哦，厲害哦！唔是機器直接打做按用面。正噶。如果算嗎？还好。太甲穷下来走慈禧了。天哪，这个口感，有没有入口即化，蛋香气？哎呦，那你们的港地怎么跟丰州穷龙台？对啊。唔是挑梅嘛哈？也本身有米絲。哦，厲害哦！唔是機器直接打做按用面。正噶。如果算嗎？还好，手势要对就好。会有人一直在拱跟出力的。我呀呢，做呀豆腐先做好了，不要还一整。做马家鸡听我用芥蓝豆腐，较香哦。较香，较有香味哈。来，那这样做的呢？很怎么的啦？那个湿性发泡要达到硬性发泡。什么意思？湿性发泡会像安尼，比如讲给谁啊，像安尼打起来，给它会点。就会湿性发泡，打好以后要来起了，给硬硬的就会硬性发泡。用做芥蓝膏就会硬性发泡。因为盐或糖会增加它的气泡打在里面固定性。要豆腐呢做好以后，你就变到蒸笼，然后去蒸5分钟。因为时間關係，我要先蒸好的。用英是用試看嗎？係啊，打發的。其中係應該成意哦。咱講哦，你係會煮就辦哦。大力哦，你下做鹹菜係，
要含出底下要煮根的哈。哦，甜呢，可能甜慢咯咧哈。要含出来呀，有细锅的啊，那边还伊。啊，怎么个干炒咧？安怎呢？咁種嘅，哎，因為要係煮根，我煮青的，用電打好啊，唔會按甜。一陣縫起嚟，啊縫起嚟好熟好搞咧。然後一些姜嘛啊。哦，等一下破會見到見手哦。好，又，你要上手的。鹽巴要做等於慢慢的炒吧。好，師傅應該講吼，你啊本來係只宮廷菜，假使今日鹹菜撈姜嘛，本來係乜嘅？本來佢就只有雞高湯添的，嗰個紅椒、黃椒安尼啲咧，佢冇其他東西。嗰個主要保持清淡。啊，2片就好了啊。要披色添的。哦。啊，只有要帶顏色添的。哦。啊，用蜂膠做的嗎？沒做得，要鹹菜煸香落以後，高湯就煸落去。鹹菜米又出來係頭先啦。然後一下去，嗰隻米絲就出來，一些胡椒。也係加人家整好的豆腐。哦，咁正誒。脆啦，脆熟嘅啦，脆好嘅啊。我現在這樣呢，混一下玉米澱粉。啊，我要轉一個角度，有比較好一點。加油加油！要上面一點點。來，我用。來，我好了。跟摸上啊。哦。我就是做過一次蛋糕之後，我就去買電動的攪拌機了。咁樣呢就有較厚一些的，係嘛？不客氣啦。動過呀。好，最後衝刺。哎呀，最帥的留給你不行呢。好厲害。打這個一定要快，一下子就好了。哦。基本上前面有6個人的功勞，這樣。對。台上3分鐘，台下10分鐘。對啊，為到慈濟機嘅聲音嚟翻落。誒，這樣呢哈。啊不，那個慈禧啦，咩慈濟啦？要這樣子。按嚟煸下去。哦。等佢煮哈。慈濟。或我們是煸太爆翻小點。好像雲哦。一亂拍大鍋按嚟煮當條。哦。我當嫩。一般當時我卡位按嚟做哈。可以錯。好呀，呢就買桶機哈，就等佢安尼，然後細火為就。好神奇哦！見到見醬誒。對啊。要嚟處理一片。哦，配湯就都有罩罩咧。誒，呀，你就做得哈，唔是聽說哈。我就發現到像清朝嘅王姜菜凍都已經有勾芡呢。好，謝謝。來玉米粉啊。誒，中央玉米澱粉哈。哦。偏醬啊。宮廷菜很多都有一點薄芡。薄薄的，不用太厚哈，唔是甜盤，紅麥豆來煸下來。這個餘火給它關掉了。好，不要那個不要再煮，香油。哇。好，加了組合。要這樣呢，一再來留起來。出水芙蓉。對啊，而且都很健康啊，沒有油哈，比較不一樣。好酷哦！貢菜啊。誒，唔係冇乜困難啦。有啦。但是複雜啊，大概應該搞掂。大概亂拍嘅。亂拍就煮個燉出嚟，撈啊嘛。對你來講唔係難啊，對菊梅姐可能會好飲。喺度強強嚟停下來啊！呢個真係鳳啫。哇！神奇。畫龍點睛。哇！哎，這真的看不出來是料理耶。香港就蝦街係鹹菜。對呀，有嗎？有它當然的元素哈。因為依家它打發時差不多2-3秒啊，之前台家的功夫啊。哦。五碼，對啊，然後芝麻撒一撒，哎，哇，好厲害哦！大家窮下來做慈禧啦。好了，來，本台好，這就是裡面出水芙蓉客，按鈕就好些咯。好，大家都睇白看到一個出水芙蓉客哦，客家式的，睇清下叫我來紫色坑啊，來，哇，天哪，這個口感，有沒有入口即化，淡香氣？哎呦，
而且呢，上面这个云朵的部分呢，也 Q 感很奇妙哎，有一系列种的这个果冻，不过也比较蓬一系列果冻安呢。冻好食哦，啲杯按 QQ， 我杯呢按一面从一个棉花糖啊，按一某个糖果食的按哦，冻蛮久的感觉。冻蛮久哈。对呀。好吃啦。要感覺到一個像慈禧強人嗎？係啊，好幸福。變講知道咯。其實咱楊師傅啊，其實用簡單的食材，到佢冇強龍的變化，所以挑白料理是嚟講，食材冇按到，所以用一點手法技術，而到咧菜色了提升而來，好，嗰啲杯 QQ 啊，冇杯嘅亂拍嘅嗰種嘢感覺要配上，最主要咧係梅頭味嚟出現嗰啲客家。哦，都熟悉的味道，漢菜啊、旗簽菜啦那種的梅頭。古時候呢，睇起來都不卡沒做的吃粥款啊，不卡地度沒做的有這樣子的宮廷菜，吃粥款啊都練習厲害。唔過呢，頭前你風吹到2分，男主要個加油咯！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Q 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麵館了，風吹家頭前已經得到2分了。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的秘密武器，又係乜嘅？干貝醬，哇，喺自家做誒。哦，按啥批？誒做漢人嘅料理要到順口應該到。跟以前同鄉哦。係啊，凍香哦。哦。還沒試到凍香。好，家己也要用一個秘製的干貝醬，帶來最杯麵館菜苗都乜嘅？干貝、塔香、茄子。跟你最杯麵館呢，我們輕輕鬆鬆就贏了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哇，有信心啦，讓一點分數不攬嘴咯。係啊，不過今日最尾一關啊，哦厲害了，你係乜嘅秘密武器咯？天子嘅強王醬，用風做在那裡做醬，咁啲係嗌下小看到也係，本來是就兩種東西嘛，薑黃的醬，用挑誒，用慢挑呢。薑風粉、薑黃粉、老胡椒粉。哦，這個是有秘密比例的。哎，做唔得講很多哈。哦。他講係變通，通係變通。你有發現，如果我們不幫忙的話，他快倒出來。太激動。哎啦，啊，今日那裡啊，薑黃醬做個料理菜名按到。宮廷薑黃醬。豆腐。哇！挑戰嘟嘟好。好記。好啦，最尾一關了，雖然一開始冇得到分數哈，我們拼起來，哈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好。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咯！哦，所以開始了。所以兩片係種薑黃醬，啊，該片係干貝醬，干貝醬，干貝醬。你喜歡哪一個？老實講哦，干貝醬。咩？我對身體來講，薑黃對身體真嘅，老人啊，記得哦。而且這種季節轉換，一下冷氣，一下你看民主兩下就有混的，一下摸鬆鬆。所以你應該是選這邊吧？對。好，那我們你先來這邊，我暗澎湃哦。這個顏色好漂亮哦。金針肉啊，咩？夾心肉。哦，那你們的甘地怎麼跟豐州瓊蓉台？對啊。用台灣嚟豐州苗栗咧。哦，公館呢？係啊，照顧農產品啊。哦呦，吊錘咪凍蔥誒。嘿，吊錘你要凍出吊錘。銀蓉姐做嘅料理嘛，該最好食啦。這個先凍好食，先凍好食。即係時間係阿妹煮下到，也係阿姐煮半年都食下到。哦，該誰時間是好冇印象咯。哎呦，呢道菜先是啲阿姐煮嘅。啊，今日最尾一道菜應該係講那裡啊，算干貝醬嘛，對不對？做埋個料理咯。我干貝醬做咧吊錘啊，干貝、塔香、茄子，等下狂愛煮咯。看表現哦，狂愛表現。豐州落去先去籽係嗎？係。豐州係嗰個啦，要點去配色的啦。薑下了沒？下了，寫好。哦，點咩蒜頭哦？葱下。哦，
风吹头哦，嘿哦，一点点配色是好。你都有调成用完配哦，对啊，就切断是吗？哎呀，有锅子有熟喽。好，好，锅子有烧就我来，偏爱而出。我们先过去一下好了，好好不好？等下锅都转来哈。来，来，梅姐就在这里。俩套菜吼，刚才就讲要用俩铁子嘅姜黄酱，用王酱，但是要做什么料理呢？让大家小解一下。哦，豆腐啊，哎，加渐渐的哈，咖喱都东西，咖喱，哎，全部剔一架的，一架种的，挑架一架种的，哦，哦，所以种好的些，该姜黄酱爱挑好嘞，你看贵罐的哦。哎，爱挑好嘞，你系姜黄粉啊，然后该姜黄粉，该挑架一架卖姜黄嘞，洗走一架打的粉哦，咩我不卖哦，啊该。个胡椒粉啊，个肉点一架擦的，撇撇的哈，冇强油。大家还全部煮好的些，那讲老蛋糕，炒的，那样子。没有，因为我看义腾哥特别开心，因为现在在那个妈妈没有理他。对，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。阿姐，假使你今日参加系公校的比赛，你就挺打头名，系冇？我很乐观，对，笑看人生。你小看人生了，哎，怀疑人生。大家还全部煮好的些，那讲老蛋糕，炒的，那样子。没有，因为我看义腾哥特别开心，因为现在在那个妈妈没有理他。对，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。这个策略成功。哎，对，我没有开过。莫快佛啦，等一下姐姐莫快佛啦，义腾哥，这样子。你有去唱过吗？用爱开火，人家用爱发电，你用爱开火。还是不要做好了。对啊，好，姐姐，还公发出来。我们现在谈话性节目啊。所以俩套菜系义腾一起个想出来嘅，也系要老妈妈参详讨论啊。全部去上嘅。确定？你俩个想法出来。在用网哦去挑嘅。所以这个你明明就会做啊，你明明就会做啊。不一定代表你这个是啊。这个是有缘由哦，700年前的哈，因土还该原产次哈。那天吃午餐是素食，他就用姜黄，口开冻又咸起，而是冻到地哦。于是来让我讲，你吼是卖豆腐哈，卖姜黄粉来用去叫我安做，一直讲我烫，哎，我一直快洗。这个是我很喜欢做的菜，我也很会做。啊，就来学我创哦，现在为是朋友街，也是现在为参加人的活动，还当会煮了，还当会煮了红菜啦。还这个哦喏哦。老实讲吼，你俩声音还没就是俩嘴强。还有面疙瘩，面疙瘩啦，还有炒米粉啊。对了，猪面啊，就这样不多了，就只有这样。阿姐，假使你今日参加系公校的比赛，你就挺打头名，系冇？用切雪冷水和做啲按后上去来应付，哎用。对我很乐观，对，笑看人生。你小看人生了，哎，怀疑人生。他吃面疙瘩吃到怀疑人生。好，我们等下锅都转来了哈。谢谢哈。哇，两边其实是换个颜色嘛皮相过来哎，我们的好漂亮哦。对呀，那地尾就是那个 XO 酱嘛，干贝酱，自家做诶，自家做诶。要么风轴，点风轴。好，干片也属于爱吗？等家长。好，所以俩头菜怎么改不上面，就是最后一个杀手锏的打胜关键。因为香港人当我去调查呀，你创台很那都用酱叫我食到温难，我是因虽然炒起因他声音没是温难，跟他想那干贝酱当入运用嘛，声音是有放茶饭。你看干贝酱佢本身會辣嗎？有點辣，因為成日唔敢食香辣。一自家大佬嘅胡椒粉呢？係啊，因為咧種咗香嘅胡椒粉好香。風吹條孔呢味係點色啦？係啊，點色啦，就點好醬安尼啦。調料半點調料好嘞，香港一點湯半。湯好嘞。誒，其他調料會下好。湯啊調料。基本上你干貝醬唔是生哦，唔會生。好。
我走在下台的哦，有吗？你看放弃咯，走对咯。最大是240哦，它可以再更香一点。 280。好，我们过去救蓝队，好，加油喽！过去救蓝队。需要吧？我们哎呦，啊，这类长出哦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就这样啊，就这变得样啊，愈好看哦。就这样哈。哎呀，所以看一下两片伊藤哥的部分。哎，要炒给它熟，可以入口哈。好，所以蒜苗嘛，哎，然后炒了几句后，对那这个豆腐看到吗你用把它夹强下喏。来来，拖在一起，你猛记，然后我的姜黄倒进去，给它和一下，味道进去以后就可以吃了。所以好你要酱做你先冰落去，个吸一下，吸落去好啊。，强下来，哎呦，梅头长得均匀，哦好不好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放进去可以。。好，你要偷菜哦，我们但想动肾气，你要菜跟阿这日讲这个种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哦，那个东西给我，好了，哎，哦，很懂哦。不是伤哦，啊，这样盘你会失去。好了，不给你吸一下，哦，够了吗？哎，注意下，给给它收干，对不对？哎应该是啦。那我那收干就不要盖子啦。没有，你要问过原创的。哦，对对对原，创原创，你要盖锅还不盖锅？我不要盖过好了。尊重制作确。定尊了啊重原创，尊重原创。哎，好，我们来去倒数喽。好天草马松了都酸，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最杯面关了，都在哪一组开站掉呢？马松了知识困难。最杯面一关喽，先来吃出看到冯军拿出这个秘密武器，嘿，你请作为干贝酱来炒鸭嘅雕川耶，来吃看看喽。哦，伊啲都也嘅材料，也嘅講油醋醬以外啊，伊有加也嘅鳳松頭一片香。其實也比香嘅料有一些像你客家種嘅料，嘿，客家人啊，說是客家料理咩？東好食東下飯。係啊，因為你家有講要營養嘛，對不對？係啊一含有加在秘密武器，就是那个干贝酱，所以有海鮮的這種線，咪就這種豬肉白狗肉嘅香氣，我覺得很完整。菜碗排飯啊！有什麼食盤哦？哎呀，炸飯。好，稍稍的感受一下冷脆的一片走，哎，好特別的薑黃醬哦。兩種醬哦，因為佢事先先挑好咧，那個桂冠就係成品。對，而且也將那件調好些，那感覺啲都係咪落青豆特製的胡椒粉嗎？這些都有米頭，特別蠻特別的當。特別啦哎哈。，對，我希望我哋嘅菜哈，要帶本嘅種肉眼嘅人吼，天空啊，競是選榜一。宣言嘛。今係味道切加來拉票，佢醋性嘛，就係味道吼，老人家記得學下控鉗，對不對？好，然後呢，就來看一下師傅應用版來半分數咯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先來請你阿斌師傅搶半分數。哦，唔怕，你一下搶看啊，兩個，哇，有，林哥搶公平。啲梅頭，然後穿咗一家國家嘅梅頭，講對咧到係一千咧白香嘅梅頭啊，加落都是出唔會強東西，味道穿都會個冇強來梅頭層次，那有些種醬料啊，非常的很特別啊，但係我燒咗咧白香嘅梅頭，因為條線要白嘅蒜條啊、姜嘛，要白香，都加嘅醬料，對，梅頭會很好有層次。你看一下兩個嘅想法。啊，我們現在南區迄營美講，以一管來講吼，迄叫秘密武器啊，東東有特色，但是我較好貼配的東西啊，其實我現在南區，謝謝。這一杯面一關兩組都各個得到1分，不過兩下呢成績出來，你來頒獎嘍！恭喜睇次界也係比賽成績已經出來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馮翠第一名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今日咱們看到禮物吼，佢講哦，好地冇得到3000叫，那禮物當吼廚具5件組，還有薩丁尼亞4刀6件組，2項都係你嘅。來，哇，來！哇，恭喜哦！先來請小勇志老太姐分享一下你要參加心得好冇？
吼，我了摆咧参加吼，因为客家田推到了喙讲了解吼，一家自足啊。所以我是到了客家文化的创新，动范语啊，动新闻啊，工作人员吼，韩国人处事全部动辛苦，新闻感谢。有戏，来英秀姐妹老太卡分享一下好吗？我感觉讲参加了是当特别啦，按请入历史，大家请严峻，我这要当为主，然后感谢这个一家之主的团队给予他的肯定，谢谢。有戏，有暗号的姐姐真经很好哦，暗号主吹哈，对，当为主，要他保重的时间又会多对哦，还有一保的法规的露台露模都会用他保吼，对哦，很好哦，做大细啊，囡仔系啊，因客家囡仔兄弟姊妹都当团结，公演过这个世界会强下主啦，不过透过节目档来强下主出来，这是人生难得经验。对于我们这边的母子党妹系安永烟，对不对？你要白毛让喊白喊做得来，对不对？你看伊藤上白美就来嘛，系啊，以及几个时间，两白就嘛冇强用嘛。该摆落吼，单板啊，一地形啊，啊这下就用诶，哦，动用。你看你啊东西已经冻好，嗯一留下来，我们单唱系木残啊，然后豆儿甜甜，系种回忆，对不对？做得讲心得啦，做得讲心得。哎呦哎呦，啊，今日咯，我来参加，志不在得名，是在参加。参加的过程，都得吸收到一条好的东西，又学到一套很多水，很多把个水芙蓉，出水芙蓉，水芙蓉，哎，你也吐出来真好就打得啦哈。好啦，伊藤抱一下妈妈啦。我冇想，第一个强斗嘞。你从一个官方广播上，哎呀，人家节目啊，行运动好啊，让我尽点孝道。平常真的很少跟妈妈有一些互动哈。三不五时，爱要及时。哇，最尾 ending 不去公照，这果然哦，因为到舞台当就表演啊，囡仔非常厉害。咱们 CV 今日带来很精彩的表演，还有很好食的料理哦。真紧哦，来到新埔要到毕业，猜听你就会热情啦。可能不只是场内热情，场外大家也都很热情，最热情是天气啦，哈。哦，所以你看哦，来到节目档哦，唔但讲两个比赛听听啊，主要系互相增加吼对方之间的情感嘛，该到。所以欢迎大家强下来报名参加比赛哦。一家之主等你强下来都要到毕业大丢戏哦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上来了，最后 ending 给你，拜拜。